大家好，歡迎收睇 C Plus Info C 加消息。呢度係你每日掌握英國同國際消息嘅粵語新聞台。我哋為華人觀眾提供近期嘅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同社會相關新聞。響睇片之前，請大家先免費訂閱同俾個 like， 我哋仲可以 share 條片俾朋友，作為鼓勵我哋製作影片嘅動力。多謝大家支持。今日為大家報道嘅焦點新聞包括：英國政府同歐盟就漁業權益同埋青年流動性陷入僵局；英國政府對 NHS 醫院高層實施績效導向嘅薪酬政策；特朗普表示美伊接近達成核協議；特朗普中東招商行三國簽署逾2兆美元協議；Neuralink 喺阿聯酋啟動首個國際臨床試驗；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喺阿爾巴尼亞舉行。歐洲央行希望喺2026年初就數位歐元達成政治協議。英國政府同歐盟就漁業權益同埋青年流動性陷入僵局。根據衛報報道，英國同歐盟喺即將舉行嘅英歐峰會前，因漁業權益同埋青年流動性問題陷入僵局。歐盟成員國拒絕咗英國提出嘅短期漁業協議同有限嘅青年交流計劃，認為呢啲提議未能達到雙方權利與義務嘅平衡。法國同荷蘭等國要求英國提供長期嘅漁業准入權，並對青年交流計劃提出更高嘅期望，包括學費減免同更長嘅交流期限。英國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計劃喺阿爾巴尼亞舉行嘅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上同歐盟領導人會面，尋求解決方案。雙方希望喺即將舉行嘅倫敦峰會上達成防務協議，但係如果漁業問題無辦法解決，整體合作可能受到影響。英國政府對 NHS 醫院高層實施績效導向嘅薪酬政策。根據衛報報導，英國衛生大臣韋斯斯特利廷 （West Streeting） 宣布對 NHS 醫院高層實施新嘅績效導向薪酬政策。根據新政策，醫院高層如果未能夠控制支出或者縮短等待時間，將被取消年度加薪資格。相反，表現優異嘅管理人員將有資格獲得最高達3萬英鎊嘅獎金。此舉旨在提高醫療服務效率，減少病人等待時間，並促進醫院財務健康。然而，部分醫療專業人士擔心，該政策可能對處於困難地區嘅醫院管理層造成不公平嘅壓力。特朗普表示美伊接近達成核協議。根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總統喺中東訪問期間表示，美國同伊朗喺核協議談判中取得進展，伊朗某種程度上同意咗新協議嘅條款。該提案包括伊朗喺3年內停止濃縮鈾，以建立國際信任，之後可以恢復至3.75%嘅濃度。伊朗方面則要求解除經濟制裁，並允許有限嘅鈾濃縮活動。儘管雙方仍然存在互不信任，但係呢一進展被視為重啟外交對話嘅積極信號。特朗普中東招商行三國簽署逾2兆美元協議。根據路透社報導，2025年5月13日至1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展開為期4日嘅中東訪問。先後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推動總額超過2兆美元嘅投資與軍事合作協議，強化美國與海灣國家嘅經濟與戰略夥伴關係。喺沙烏地阿拉伯，特朗普與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Mohammed bin Salman 簽署價值6000億美元嘅投資協議。其中包括1420億美元嘅軍售案，涵蓋防空、太空與邊境安全等領域。喺卡達，特朗普同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邁德阿勒薩尼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 會晤，促成超過1.2兆美元嘅經濟協議，包括卡達航空向波音公司訂購210架飛機，總值960億美元，以及數十億美元嘅防禦合約。喺阿聯酋，特朗普宣布同阿布達比達成協議，允許其每年進口多達50萬粒 NVIDIA H100 AI 晶片，並同美國企業合作建立全球最大 AI 資料中心。呢一次中東之行不僅強化美國同海灣國家嘅經濟與軍事聯繫，連同解除對敘利亞嘅制裁，希望能夠為中東帶嚟長久嘅和平。Neuralink 喺阿聯酋啟動首個國際臨床試驗。根據商業內幕報導，
馬斯克嘅腦機界面公司 Neuralink 宣布喺阿聯酋啟動其首個國際臨床試驗，名為 UAE Prime， 同阿布達比嘅克里夫蘭診所合作。該試驗旨在探索患有運動同語言障礙嘅個體點樣通過思維控制設備實現溝通同操作。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喺阿爾巴尼亞舉行。根據路透社報道，歐洲政治共同體 EPC 第6次峰會將於2025年5月16號喺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舉行。呢一次峰會將會聚焦於民主安全、經濟競爭力、青年流動性以及歐洲喺全球嘅領導角色。英國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同阿爾巴尼亞總理埃迪拉馬 Edi Rama 喺5月15號會面，討論峰會議題。歐洲央行希望喺2026年初就數位歐元達成政治協議。根據路透社報道，歐洲央行 ECB 希望喺2026年初就發行數位歐元達成所有政治決策。該計劃已經進行多年，但由於缺乏相關立法，進展緩慢。一旦獲得政治批准，數位歐元嘅推出可能需要2到3年嘅時間。大家對呢啲新聞有乜嘢意見呢？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以上就係我哋今日為你整理嘅英倫消息簡報。記得俾 Like、Share， 撳個小鈴鐺，仲要免費訂閱我哋私家消息，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新片啦。每日同你一齊掌握最新資訊。我哋下次見，拜拜。